主耶穌復活慶期默想，從大使命到聖靈降臨。馬太福音28章16至20節記載到復活後嘅主耶穌喺加利利山上面向門徒頒布大使命。主耶穌並冇呼召完美無瑕嘅門徒，佢哋曾經逃跑、失信，有人甚至懷疑，但係主耶穌仍然揀選佢哋，並且將宣教嘅責任交託喺呢一班軟弱嘅人身上。對我哋嚟講，呢一個係極大嘅安慰，因為神嘅呼召唔係基於我哋嘅表現，而係出於佢嘅恩典。佢使用願意順服佢嘅人，而唔係能力完備嘅人。耶穌嘅吩咐清楚明確，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導他們遵守。呢一個唔係建議，而係一個命令，唔係俾少數人嘅選擇，而係俾每一個信徒生命嘅方向。而喺頒布呢個使命之前，主耶穌先俾門徒一個應許，佢話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。耶穌唔係隨意差派，而係以天上君王嘅身份授權門徒去使行佢嘅權柄，讓我哋明白到宣教嘅工作唔係單靠人嘅努力，而係依靠主嘅權柄同埋差遣去實踐。而佢更進一步咁講：我就常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界的終結。呢一份係一份深切嘅保證。當我哋踏上回應呼召嘅道路，主耶穌嘅同在就係我哋不變嘅保障同埋源源不絕嘅力量。使徒行傳記載到，喺主耶穌頒布大使命之後，佢喺門徒眼前被接升天，坐喺父神嘅右邊。佢嘅升天唔係離棄，而係為我哋開路，作我哋永遠嘅中保。天使同門徒講：你們見他怎樣升天，也要怎樣再來。呢一個提醒我哋，主耶穌雖然離開地上，但係應許我哋佢會再返嚟。我哋必須喺佢再返嚟之前，忠心地去完成佢嘅託付。喺五旬節嗰一日，聖靈降臨，門徒被聖靈充滿，大有能力講道見證。呢一班本來係懼怕膽小嘅一群，竟然成為勇敢傳揚福音嘅使徒。讓我哋喺當中體會到一個重要嘅屬靈原則：大使命嘅託付需要聖靈嘅能力先至能夠完成。耶穌曾經吩咐門徒喺耶路撒冷等候，直到從上而來嘅能力臨到。呢一班門徒冇即刻衝動去回應主耶穌嘅大使命，而係先等候，專心禱告，直到聖靈充滿佢哋。我哋今天若果要忠心執行主嘅使命，亦都同樣需要依靠聖靈，而唔係憑自己嘅熱心同埋才幹。從主耶穌頒布大使命到佢升天，直至聖靈降臨，呢一連串嘅事件都喺神救恩計劃中環環相扣，充滿恩典嘅安排，顯明佢對世人嘅愛同埋救贖嘅心意。主耶穌並冇留低門徒孤軍作戰，喺佢升天之後，佢仍然掌權，並且差派聖靈作我哋隨時嘅幫助。今日我哋同樣係呢一個大使命嘅一部分。呢一個世界尚未完全聽聞福音，好多神嘅羔羊仍然流離失所，主嘅呼聲依然清澈響亮。你們要去，你們要等候，你們要見證。佢嘅呼召仍然延續，而我哋就係佢差派嘅人。願意我哋藉住呢一段經文嘅提醒，再次仰望復活並且升天嘅主，見證佢榮耀嘅同在，並且領受佢所賜俾我哋嘅使命同埋能力，讓我哋唔再猶豫觀望，而係以信心同埋信服嘅心，依靠聖靈，喺呢個世代中忠心作主嘅見證人，直到主榮耀歸來。